Hello，大家好，我而家想用少少嘅時間咧，教你點樣可以用呢張小豬錢罌嘅 summary 咧，同你朋友分享我哋 World Venture 旅遊嘅平台同埋生意嘅前景。好簡單嘅啫，呢一張小豬錢罌嘅 summary 咧，相信你都有啦。上面咧有一個部分咧就係講旅遊嘅，而下面嘅部分咧就係講經營權，即係生意嘅部分嘅。首先開始嘅時候咧，我就係話其實我哋 World Venture 係一個全球性攞咗好多獎嘅一個旅遊平台，成為咗我哋會員咧有唔同會員嘅福利，包括可以去到4、5星嘅旅遊，而只係用2、3星嘅價錢啦，有會員嘅 VIP 服務，同埋好多好特別生活體驗高峰嘅旅遊喺我哋呢度先可以欣賞同埋體驗得到嘅。咁我哋成為咗會員之後咧，有2大嘅優惠。第一咧就係你睇下右手邊呢一個。我哋有個我哋自己嘅 Booking Engine， 係一個網上訂購機票或者酒店嘅服務一個網站。其實我哋咧同其他網站差唔多，喺上面可以訂到機票同埋酒店。不過咧，其實我哋有2大分別咧，同外邊係唔一樣嘅。第一個咧，其實我哋有一個價錢嘅保證，我哋叫做Rovia Price Pledge。咁呢個特別之處咧，就係話，當你喺我哋呢個網站上面訂咗機票或者酒店，喺同一日之內，如果你喺其他網站上面揾到同一樣嘅機票或者酒店同一樣嘅嘢咧，但係平過我哋嘅話咧，你可以 submit 俾公司，公司咧就回翻個差價150%俾你，等你下一次可以去旅行。咁其實咧，我要特別聲明先，每一個世界上網站咧都冇可能係所謂百發百中，每一次都係最平嘅，所以我哋咧網站亦都係一樣，有時候平啲，有時候貴啲，所以咧我哋公司就有呢個 Rovia Price Pledge 去保障我哋嘅會員。如果萬一真係貴咗嘅話咧，就可以 send 張相 submit 個 form 俾公司，可以攞翻150%嘅差價俾你下次旅行啦。咁第二個咧特別嘅地方咧就係呢個 search engine 咧有個叫做縮價嘅技巧，英文叫做 Rate Shrinker。呢個咧就好特別嘅，全世界淨係我哋一個公司有嘅啫。當你喺呢個網站上面訂咗機票或者酒店之後咧，呢個縮價嘅科技犀利啦，每日咧會繼續幫你揾同一個機票同埋酒店。當佢揾到有平過你原本訂嘅價錢之後咧，佢會自動咧將你嘅差價咧匯翻你嘅信用卡嗰度。呢個係全自動嘅，咁即係話咧價錢若果你訂咗之後貴咗，對你嚟講冇分別。如果你訂咗之後個價錢跌咗咧，就會自動匯翻個錢去你嘅信用卡嗰度啦。係咪好好咧？所以我哋嘅 search engine 咧最大嘅分別咧就係保障會員可以有最低嘅價錢去到享受機票同埋酒店嘅。好啦，呢個都唔係重點喎。其實我哋咧最大重點同埋最吸引人嘅原因咧就係呢個夢幻之旅。夢幻之旅咧亦都係大部分會員參加我哋嘅原因啦。夢幻之旅好簡單，頭先有講過啦，每一個夢幻之旅咧都係我哋公司精心配製咗嘅一個行程嚟嘅，所以每一個都係唔同，會覺得好特別嘅。有一啲咧可能係一啲自由行啦，但係有一啲咧就係全包咩都包晒嘅。而我最中意嘅咧就係一啲生活高峰體驗嘅夢幻之旅啦，可能係一啲主題性嘅活動啦，例如咧可能去睇北極光啦，坐直升機啦，坐熱氣球啦，有私人嘅 limo 接送啦，私人廚師啦，甚至乎咧可以同海豚游水啦，豪華嘅按摩之旅啦，可以去杜拜玩啦，甚至乎咧坐郵輪添。總言之，好多唔同嘅 VIP 服務咧係我哋會員先享用到嘅。我哋價錢更加唔使講啦，我哋咧甚至乎低到咧有夢幻之旅價格嘅保證，你睇呢度就知啦。夢幻之旅價格保證係點嘅咧？當你個會員或者你咧 book 咗任何一個夢幻之旅之後咧，喺7日之內，如果你喺其他地方揾到一樣嘅旅程，但係平過我哋嘅話咧，就可以 submit 俾公司填張 form， 咁公司咧就回翻你成個夢幻之旅嘅錢俾你，仲有你可以之後免費去玩添。所以即係話一係就已經平咗，如果唔係咧就可以免費去啊。所以呢個咧就係價格上嘅保證啦。咁當然啦，我哋講過啦，我哋 VIP 嘅服務，每一個夢幻之旅咧，如果有超過20個會員去嘅話咧，我哋夢幻之旅咧就會有一個 host 去照顧我哋，好似私人保姆咁樣，幫我哋安排唔同嘅活動，同埋幫我哋 pre-check in 啊，幫我哋慶祝生日啊，有 party 啊，同埋照顧我哋一切，所以真係 VIP 嘅享受嚟嘅。
嗱，夢幻之旅每一個咧都有特定嘅日子同埋特定嘅地方，不過咧就真係好多唔同選擇。每年咧2014年咧今年咧有接近2000個唔同類型嘅夢幻之旅，係全球各個地方都會有嘅。你諗下啦，2000個裏邊，如果佢1% fit 你個 schedule、你個 budget 同埋你想去嘅話咧，其實都已經有20個唔同嘅旅程啦。所以真係有好多唔同嘅選擇嘅。當你成為咗會員之後，就有自己嘅網站，佢逢星期四就會有新嘅夢幻之旅推出㗎啦，所以真係好多唔同嘅選擇㗎。嗱，好啦，講下點樣可以成為我哋會員先。睇下右下角呢個部分 Dream Trips Platinum 白金會員啦，成為我哋嘅會員係點樣嘅咧？我哋咧有啲似一個 Dream 嘅 membership， 參加嘅時候有首次性嘅費用，然後每一個月咧有一個月費嘅喎。嗱，我哋因為全球性嘅，所以用美金計算。參加嘅時候咧俾咗300蚊美金一次性嘅費用，呢一個費用咧係唔需要每年俾，只不過一次性俾嘅啫。然之後咧，每個月咧有一個100蚊美金嘅月費。嗱，我哋成為咗會員之後咧，係包括咗你成個家人都可以受惠，用會員價錢同你一齊去到夢幻之旅去玩嘅。嗱，而最特別嘅地方咧就係咁，你加咗嘅會員費用咧，每一分一毫都係俾翻你去玩嘅。嗱，即係話咧，300蚊美金你參加嘅時候咧，就要變翻300個分數，300夢幻之旅嘅點數，俾你去訂翻相等於300蚊美金嘅夢幻之旅去玩嘅。嗱，舉個例啊，嗱，呢一個去墨西哥嘅一個6日5夜全包酒店，包晒食包晒玩嘅團，係899蚊美金。而呢個圈裏邊咧就話600蚊嘅，咁600個分數最多可以用。如果你有600分數嘅話咧，其實係扣翻只俾299蚊就可以去到啦。當你成為白金會員嘅時候咧，你馬上有300夢幻之旅點數可以用翻。咁如果你真係要訂呢一個嘅話咧，899蚊，你扣翻300蚊，只俾599蚊就可以去到啦。希望清楚啦。嗱，然之後每一個月嘅月費咧，亦都會變翻夢幻之旅點數嘅。不過呢個點數咧就係幫你儲住錢先，1年之後咧就會全數俾翻你啦。假設你俾咗12個月，咁你儲咗1200蚊美金，咁1年之後咧1200蚊美金咧就全部俾翻晒你。換言之話咧，你全部嘅錢加入去咧都係俾翻晒你嘅，即係話成為我哋夢幻之旅咧，某程度上啊，即係免費嘅，因為你所有錢都俾翻晒你去玩啊。同時間咧，你就可以享到 VIP 嘅服務、生活體驗嘅高峰同埋旅遊我哋會員特別嘅價錢啦。好啦，當你成為咗會員之後咧，當然你會想同其他啲 friend 一齊去玩啦。好簡單，如果你介紹其他朋友參加我哋成為會員嘅話咧，當你每介紹另一個白金會員嘅話咧，你就可以得到200夢幻之旅嘅點數，等你咧可以儲多啲錢喺你嘅錢罌裏邊，去同你嘅朋友家人一齊去多啲夢幻之旅啊！好啦，旅遊就係咁簡單。我而家講一講生意部分先。如果你見到咧呢個生意前景，因為咧好多人都中意去旅行，用 VIP 嘅服務，有生活體驗嘅高峰同埋會員特別優惠。嗱，當你介紹其他會員嘅時候咧，就享有到一個part time 甚至乎 full time 嘅收入啦。點樣可以有收入咧？就要成為我哋嘅經營者。嗱，點樣可以加入我哋經營權啊？就係俾100蚊美金一次性嘅費用，呢個都係一次性嘅啫，以後唔需要再交噶啦。然之後11蚊美金一個月，你諗下咁少嘅錢咧，而家可以塞一盤生意，甚至乎呢一盤生意無論喺香港塞都好，仲有可能有一日咧變成國際化嘅。好簡單係推薦嘅活動，當然啦有好嘢嘅要介紹俾朋友先啦。如果你喺4個星期裏邊介紹咗直接自己介紹到3個朋友參加我哋嘅會員嘅話咧，佢哋未必一定要成為經營者，只要成為會員咧就得噶啦。當然啦，如果佢見到生意前景嘅話咧，可能都會成為我哋經營者一部分，賺埋一個生意嘅收入。好啦，當你介紹3個直接推介嘅朋友喺4個星期裏邊咧，你要攞到250蚊美金嘅收入係現金嚟嘅。如果你加多一個朋友喺任何時期裏邊咧，係總共有4個嘅會員嘅話咧，你自己嘅月費咧就會免除啦。可以講一講先，如果你成為會員又成為經營者嘅話咧，你總共第一次要交嘅費用咧係511蚊美金。點解咧？係因為300蚊呢個一次性嘅費用，然之後100蚊成為經營者嘅費用。咁頭一個月份咧已經收咗噶啦，100蚊加翻11蚊，所以總共咧係511蚊。第一次參加時候加嘅費用，然之後每一個月咧就有111蚊一個月嘅。好啦，當你介紹咗4個會員參加就可以成為白金會員嘅話咧，你只係幾
嘅111蚊月費咧就要免除嘅，因為公司咧要多謝你介紹咗4個新嘅顧客俾佢，所以你嘅會員月費咧111蚊月費咧係以後都唔使交。而記住啦，係以後都唔使交，只要你有4個交緊月費，或者佢又有介紹4個會員，總之有4個活躍嘅會員咧，你自己111蚊月費咧係以後都唔使交噶啦。仲有咧，我哋而家公司做緊一個特別嘅推廣喎，當你介紹咗4個直推會員之後，你嘅111蚊月費已經唔使交啦，但係咧公司依然會每一個月咧俾你100分夢幻之旅嘅點數，儲住1年之後咧，等你可以去多啲旅行。所以公司咧真係想你去多啲旅行嘅，唔使交月費之餘咧，仲可以俾多啲錢你去旅行喎。你話幾好咧？好啦，繼續講落去啦。當你話呢一個頭先講嗰呢部分咧，4個活躍會員係冇時間限制嘅，任何時段裏邊咧，你只要有4個活躍會員之後，下一個月開始咧就唔需要交月費噶啦。好啦，當你話總共有6個直推會員，而呢6個直推會員咧係喺首4週裏邊加入嘅話咧，公司會俾翻750蚊 cash 你現金嚟嘅，同埋咧你睇翻啦。每一個你直推會員咧都會有200個夢幻之旅點數，所以咧你除咗有750蚊 cash 落袋之後咧，仲有200乘以6，即係等於1200蚊夢幻之旅點數可以俾你去旅行嘅喎。所以咧已經回本之餘咧，仲可以賺到好多旅遊點數同埋 cash 去玩，同埋一齊又已經有生意係回咗本噶啦。好啦，呢一 part 啦，犀利啦！當你成個團隊一路增長，有其他會員參加嘅時候，成個團隊裏邊咧，喺嗰個月份裏邊有8個新會員加入嘅話咧，你就會攞多額外嘅300蚊美金落袋啦。嗱，記住啦，呢個係成個團隊嘅業績，而唔係講緊你一個人直推8個。你成個團隊嗰一個月嘅月份裏邊咧，加多咗8個新嘅會員咧，你就去攞多300蚊美金啦。如果你嘅成個團隊裏邊咧有嗰一個月咧多咗13個或者以上會員咧，你更加可以攞到總共400至到900蚊美金額外嘅收入添。好啦，最後呢一部分先至最犀利，而呢一部分咧先至最吸引人嘅地方喎。當你嘅朋友參加，你嘅朋友有其他朋友去參加，朋友嘅朋友嘅朋友一參加，朋友嘅朋友嘅朋友嘅朋友一路咁樣參加，當所有嘅朋友咧參加嘅時候咧，你都會收到會員費用嘅一個 percentage， 直到永遠啊！我哋並冇話去到幾多代就收唔到，係永永遠遠你都有機會收到嘅噃。所以諗下呢一個全球性嘅概念，世界上有好多人都會中意去旅行，用 VIP 價錢，用我哋生活體驗嘅高峰之餘咧，又可以享到會員嘅優惠。所以諗下咧，我哋尤其是而家啱啱開始亞洲啊，亞洲只係開始咗由短大概4年左右嘅時間啫。所以咧，我哋亞洲咧啱啱先起步，我哋仲有好多人咧未聽過我哋呢一個旅遊又可以去玩又可以賺到錢嘅機會嘅。所以諗下啦，你嘅朋友嘅朋友嘅朋友有可能咧已經去咗新加坡，可能去咗馬來西亞，可能甚至乎去咗澳洲、去咗美國、去咗加拿大，所有地方佢哋介紹會員咧，你可以得到一個 percentage 啊。所以我哋而家公司咧暫時開咗9年啦，最高收入嘅人咧，除咗一邊玩之外咧，每年嘅收入咧已經達到180萬美金噶啦，同埋咧有汽車津貼、有房屋津貼添。所以咧我哋好簡單 start 呢個生意咧，總共咧就係511蚊美金去 start， 然之後每個月係111蚊嘅月費，就咁簡單啦。一邊喺度玩之餘，用去4-5星嘅旅遊，用2-3星嘅價錢 VIP 嘅服務，然之後有會員特別優惠價，仲有生活體驗嘅高峰，仲可以賺取兼職或者全職嘅收入。就係咁簡單，希望好快可以見到你嘅朋友同埋你喺我哋夢幻之旅裏邊一齊玩啦！